主席，我發言係支持陳曼琪議員提出嘅原議案同埋梁毓偉議員提出嘅修正案。咁政府對於規管淫褻同埋不雅物品嘅政策目標咧，當然係要捍衛我哋公眾嘅道德啦，同埋保護青少年免受淫褻及不雅物品嘅查毒。所以頭先局長都好清楚咁解釋咗啦，淫褻及不雅品管制條例入邊嘅規管方法啦。我哋3級嘅制度啦，第1級係淫褻及亦非不雅啦，第2級就不雅啦，同埋第3級嘅淫褻。咁亦都提到嗰個制度上，我哋有770人任期同埋每次所使用嘅選擇嘅人去參與去評審。咁但係我哋陳曼琪議員頭先亦都提到咧，喺個制度入邊會唔會有主觀性嘅漏洞啊？或者會唔會評咗出嚟之後欠缺一致性啊？有時個分級。咁其實過去老實講，時不時咧都有市民會投訴，有啲評為1級嘅影片咧，可能入邊亦都會有啲過咗底線嘅淫褻物品或者一啲不雅嘅片段出現，咁令到有啲市民都會質疑個評定嗰個標準會唔會都出咗問題啊？或者有時工作量多啊，要額外人手啊，令到有時睇漏眼嘅情況。咁有唔少人都認為咧，我哋有必要進一步完善而家嘅評審制度，應該要更加客觀啦、公正啦、更高透明度，咁樣去避免評審人員有時因為主觀嘅因素而影響咗個評審結果，咁啊令到一啲唔適合嘅內容俾到一啲，尤其是係青少年去睇。咁其實關於呢個方向咧，我就同我哋做緊我哋科大做緊政府嘅人工智能大模型嘅團隊傾過。其實好多，我覺得我哋應該考慮下個評審制度係咪應用更多科技啦。如果我哋用人工智能咧，我同嗰個做緊嘅團隊都傾過啦。我哋估計其實我哋累積咗過去咁多年評審嘅過程嘅結果嚇，我哋點樣去分級，我哋點樣去定義咩叫過度嘅暴力啊、粗口啊、裸露啊、色情等等。其實如果我哋將過去我哋所定級咗嘅一啲影片擺落個我哋而家人工智能去做咧，6個月到啦，我哋估計嚇應該可以俾人更加精準、更加客觀咁去幫我哋將來做到所有影片嘅分類。咁遇到一啲特殊嘅情況，人工智能判定唔到嘅，先至去問翻個人。咁我哋可以慳翻好多時間，亦都可以慳翻好多我哋行政方面嘅成本，亦都可以更有效咁樣去評審翻我哋呢個3級嘅制度。咁至於翻去我頭先講嘅3級制度啦，究竟3級制度係咪好完美呢？因為都行咗咁多10年啦。有時老實講，你問我2級2A 定2B 點樣分，我都唔識點分。即係3級可能明顯少少，1級就容易啲評定。咁其實有好多國家而家都行緊其他嘅制度，譬如叫12+啊、16+啊、18+，會唔會用年齡嚟標示，你更加清晰咁令到大家知道嗰個內容係適合咩年齡層呢？就唔好有時譬如第2級咁，我哋都可能好含糊，究竟佢代表啲咩嘢？咁所以呢啲亦都係通過人工智能嘅標記啦嚇，或者嘅將啲影片去分類啦，我哋可以分得更加精細嚇。究竟咩年齡層應該睇咩嘢？點樣去標示呢啲咁樣嘅內容？咁我相信呢一個咧係希望局方會去考慮嘅。如果你需要聯繫有關嘅團隊，我隨時可以幫你聯繫到。咁我哋估計其實幾個月都可以出到嚟啦。同埋呢套效果嘅工具咧，出咗嚟嘅工具咧，我相信對香港我哋做人工智能嘅一個科技城市咧，亦都係一個好好嘅標籤啦，或者賣廣告啦，甚至乎我哋可以出口俾其他嘅國家，都可以係一個考慮嘅。咁所以係一個咁樣嘅建議，希望政府會考慮。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同埋修正案。